第一章，你應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第一誡，除我以外，沒有別的神。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條誡命啊？第一誡命係命令人要相信天主，望天主，愛天主在萬有之上。而呢個係我哋要有虔敬嘅美德先至可以做到㗎。乜嘢係虔敬嘅美德啊？就係崇拜天主，祈求天主，適當咁敬禮天主，償還俾天主許下嘅誓願。敬禮天主淨係個人嘅義務啫咩？唔係，凡係人，無論係個人抑或社會，都應該敬拜天主。因此喺私下或者公開都應該有信奉宗教嘅自由。乜嘢叫做迷信呢？迷信就係濫用對真天主嘅敬禮，其中最大嘅呢，就係偶像崇拜同埋形形色色嘅占卜巫術等等。咁仲有冇其他嘅罪過係違反咗第一誡㗎？仲有㗎，就好似用言語或者行動去試探天主、竊聖、買賣聖物等等都係㗎，而且無神論都係嘅噃，因為佢拒絕天主，否認咗天主嘅存在。咁我哋敬禮嗰啲聖像唔算違反第一誡啊？唔算，敬禮聖像係從天主聖言成人嘅奧蹟嚟嘅，唔違反第一誡。第二誡，不可妄呼天主聖名。咁第二誡命令我哋乜嘢啊？第二誡命令人要尊敬天主嘅名，因為天主嘅名係聖嘅。咁第二誡又禁止乜嘢呢？第二誡禁止不當咁樣呼用天主聖名，特別係喺辱罵天主、耶穌基督、童貞聖母瑪利亞同埋聖人聖女等等。同時第二誡亦都禁止發虛誓，用天主嚟到作為謊言嘅作證，當然亦都禁止偽證啦。我哋要時時記得天主聖名嗎？教友祈禱同埋工作都應該用十字聖號作為開始，亦即係我哋首先要念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啦。第三誡，應記住聖化節日。邊啲係節日啊？首先係主日，主日係法定節日之中歷史最古老嘅。其次就係聖誕節、主顯節、耶穌升天節、基督聖體聖血、天主之母、聖母無染原罪、聖母升天、大聖若瑟、聖伯鐸同埋聖保祿呢兩位宗徒。最後呢，就係諸聖節啦。咁樣應該點樣聖化呢一啲節日呢？喺主日同埋其他法定嘅節日裏面，信友係有義務參與彌撒，並應該避免嗰啲能夠阻礙敬禮天主、擾亂主日喜樂，或者係心身應該有嘅休息嘅工作或者係事務。主日嘅制度亦都有社會意義嗎？有㗎。呢個制度使到所有人都有可能享受足夠嘅休息同埋自由時間，咁樣人就可以過佢嘅家庭、文化、社會同埋宗教生活啦。每位信友都應該避免加俾人不必要嘅，可能阻止佢遵守主日嘅事務。第二章，愛人如己。第四誡，孝敬父親和母親。咁第四誡嘅意義係乜嘢啊？天主願意用第四誡命令我哋喺天主之後要孝敬父母，並且尊敬嗰一啲為我哋嘅福祉從天主得到權威嘅人。子女對父母有咩義務啊？子女對父母應該尊敬、知恩，並且合理咁樣服從同埋幫助。子女嘅尊敬有益於整個家庭生活嘅和諧。
咁父母對子女又有咩義務呢？父母對子女嘅信德、祈禱同埋各種美德，係首先負有教育責任嘅人。喺能力範圍之內，父母有責任供給子女物質同埋精神嘅需要。公共權威有咩責任啊？公共權威有義務尊重人嘅基本權利，以及人自由行使呢個權利嘅條件。咁身為一個國民有咩義務呢？國民有義務同政府當局合作，用真理、正義、團結同埋自由嘅精神去建設社會。國民喺任何嘅場合都應該服從法律啦。政府當局嘅法令違反道德要求嗰陣呢，國民喺良心上邊冇遵守嘅責任，因為聽天主嘅命應該勝過聽人嘅命。國家社會能唔能夠唔理福音㗎？每一個社會嘅規律同埋作為都出於係對人同埋人歸屬嘅某一個特殊嘅睇法。唔顧福音關於天主同埋人所投出嚟嘅光照呢，社會就易於淪為極權㗎啦。第5誡不可殺人，點解禁止殺人啊？每個人嘅生命從受孕直到死去都係神聖嘅，因為人係神聖而活生生嘅天主嘅肖像，直接為天主所願意。殺人嚴重違反人嘅尊嚴同埋造物主嘅神聖。咁智慧殺人係咪合法㗎？禁止殺人並唔廢除免受無理攻擊傷害嘅權利。合法嘅智慧對於負責他人生命或者係公共福祉者，更係一種嚴重嘅責任。關於墮胎又有咩睇法呢？胎兒自受孕起就有生命權。直接墮胎，即係用墮胎作為目的或者係手段，都係一種可恥嘅行為，嚴重違反倫理道德。教會法典對於呢一個侵犯人生命嘅醜惡罪過予以絕罰。咁應該點樣對待胎兒至啱呢？胚胎自受孕起就應該被視為人，所以就好似其他人一樣，應該係受到安全嘅保護、照顧同埋醫療嘅。對於安樂死有咩睇法啊？自願嘅安樂死，無論係用邊一種方式，或者係有乜嘢動機都好啦，都係殺人，嚴重侵犯人權，亦都冒犯生活嘅天主、人嘅創造者。咁自殺呢？自殺嚴重違反正義、望德同埋愛德，係第5誡所禁止嘅。惡表係乜嘢啊？惡表係引人作惡嘅姿態或者係行為。如果故意引人犯大過，就係犯重罪㗎啦。咁關於戰爭又點樣睇法啊？應該盡一切合理方法去避免戰爭，因為戰爭係好多災禍同埋不義嘅原因。教會祈禱都話啦，主拯救我們免於饑荒、瘟疫與戰亂。喺戰爭嘅時候，倫理規律有冇效㗎？教會同埋理性都喺度宣示，作戰嘅時候道德律依然有效。故意違反人權同埋佢普遍原則嘅行為都係罪惡。咁對於軍備嘅競賽又點樣嚟到判斷呢？軍備競賽係人類最大嘅災禍之一，無可原諒咁樣傷害住貧苦大眾。第6誡不可作不潔的事。貞潔係指乜嘢啊？貞潔係表示人喺性方面嘅積極完整，同人喺身體同埋精神方面嘅內在合一。貞潔緊密咁樣屬於4樞德之中嘅節德。節德即係使人嘅情慾同埋感性慾望服膺於理智之下。乜嘢嘅罪
嚴重咁樣違反咗貞潔啊？譬如個人追求性嘅快感、婚前或者係婚外性行為、同性戀同埋迷於色情書刊等等啦。自願締結嘅婚約俾夫妻帶來乜嘢後果呢？後果就係婚姻嘅不可拆散、彼此忠貞嘅義務，以及向生育嘅開放。對於喺婚姻之中嘅生育，有乜嘢睇法呢？生育係一種善，一種恩惠，亦都係婚姻嘅目的之一。藉住生育，夫妻參與天主嘅父性。咁可唔可以計劃生育㗎？計劃生育係代表負責父母嘅一面，不過夫妻唔能夠用合法嘅意向為藉口去利用唔能夠接受嘅方法，好似係避孕或者係結紮等等。咁樣點樣施行計劃生育呢？可以用禁欲同埋安全期。最違反婚姻尊嚴嘅係乜嘢啊？係通姦同埋離婚、多妻同埋自由結合。第七誡不可偷竊。第七誡命令啲乜嘢啊？第七誡命令人喺管理運用地上嘅財富同埋人勞動嘅成果嘅時候，應該實行正義同埋愛德。受造物嘅財富係屬於邊個㗎？受造嘅財富係為整個嘅人類。私有權並唔廢止財富係為全人類嘅呢一個目的。第七誡禁止啲乜嘢呢？第七誡係禁止偷盜。偷盜就係違反所有人嘅合理意願，佔用人哋嘅財物。一切不義嘅佔有同埋利用人哋嘅財物都係違反第七誡嘅。不義就應該賠償。交換正義，要求偷盜嘅東西必須償還。對於奴隸又點睇呢？道德律禁止將人當作貨物嚟到使用、買賣、交換等等嘅一切盈利或者係獨裁嘅行為。人對大自然有冇絕對嘅主權㗎？由造物主俾人有關於宇宙間嘅礦、植、動物資源嘅主權，唔能夠脫離道德規範同埋對後代人類嘅義務。應該點樣嚟到對待動物呢？動物係委託俾人嘅，人應該善待佢哋。但係人為咗滿足自己合理嘅需求，亦都能夠享用佢哋噃。教會亦都關心經濟同埋社會問題嘛？人嘅基本權利或者係人靈嘅得救有所需要嘅時候，教會對於經濟同埋社會事物都會有所評論。教會對人現世嘅公益關懷，係因為呢一個公益嘅目的係為我哋人嘅最高福祉同埋最終目的。人同埋經濟有咩關係呢？人係一切經濟同埋社會生活嘅創作者、中心同埋目的。社會問題嘅決定性關鍵係在於使到天主為所有人所創造嘅財富，真能喺愛德嘅輔助之下，結果能夠按正義到達一切人。工作嘅主要意義係乜嘢啊？工作嘅主要意義對於人嚟講，即係工作以人為本，人係創始者同埋目的。通過工作，人參與造化工程，結合於基督完成嘅工作，係有救贖嘅功能嘅。真正嘅經濟同埋社會發展應該係點呢？真正嘅發展係有關於人嘅完美，係促進每個人嘅能力成長，用嚟響應自己嘅聖召，亦即係答覆天主嘅召喚。救濟有乜嘢價值同埋意義啊？救濟窮人係兄弟友愛嘅證明，亦都係中悅天主嘅正義工作。我哋要點樣看待嗰啲窮人呢？喺嗰啲冇食物、冇房屋、居無定所嘅人身上邊，我哋點能夠認唔出嗰個古仔裏邊飢餓嘅乞丐拉匝祿呢？點樣聽唔到耶穌一再嘅呼喚，
你們沒有給我作嗎？第八誡，不可作假見證。乜嘢係誠實之德啊？真理或者係誠實之德，係在於個人嘅行為同埋言語都純真無偽，實實在在，避免口是心非，矯飾偽善。基督徒應為咗乜嘢嚟到作證呢？基督徒應該以言以行，不羞於為主作證。信道係對信德真理嘅最高見證。違反第八誡嘅主要罪過係乜嘢啊？係撒謊、講壞話、毀謗同埋誣衊。乜嘢係撒謊啊？撒謊就係對有權認識真理嘅人講假話，意圖欺騙。如果撒謊對人係冇嚴重傷害嘅話呢，咁就係小罪。咁講壞話又係乜嘢呢？講壞話係冇客觀嘅充足理由，而將人哋嘅缺失講俾唔知道嘅人聽。咁毀謗呢？毀謗係說話違背真理，損害人哋嘅聲譽。乜嘢叫做誣衊啊？誣衊係冇充足嘅根據就認定人哋有過失咁解咯。我哋必須時時都守秘嗎？聖事嘅秘密神聖不可侵犯，職業嘅秘密就應該遵守，對人有害嘅秘密話就唔應該傳播啦。喺資訊方面，社會有乜嘢權利啊？社會有權利喺真理、自由、正義上邊獲得有根據嘅資訊，而且對於使用社會傳播工具呢，亦都應該有節制同埋有紀律。如果違背咗真理點算啊？違背咗真理就要賠補啦。點解教會咁鼓勵藝術嘅工作呢？美術特別係聖藝，本質上邊即係同天主無窮嘅美與真係有關係嘅。人嘅工作對於呢一個多多少少都應該有所表現，而藝術嘅目的無非就係要使人嘅心靈更加美滿咁樣導向天主。正因為係咁樣，藝術越能夠實現佢嘅目的，就越能夠導向天主，增加佢嘅榮耀同埋讚揚啦。第九誡，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第九誡命令啲乜嘢啊？第九誡係叫我哋唔好作非分之想，亦都要戒避肉慾。點樣同肉慾搏鬥啊？要淨化心靈，實踐節德咯。點解心靈純潔係咁重要㗎？因為心靈純潔使我哋看見天主，並且從而家起，使我哋能夠從天主去睇每一件事物。我哋要點樣做先至能夠達到心靈純潔呢？我哋要祈禱、實踐潔德、意向純正、非禮勿視。第九誡仲加提示我哋乜嘢啊？提示我哋羞恥心嘅重要，意思就係話該隱蔽嘅拒絕暴露，以知恥嘅心去選擇衣服嘅款式，仲要忍耐、端莊、有分寸，保護人嘅隱私。第十誡，不可貪別人的東西。第十誡禁止乜嘢啊？第十誡禁止我哋貪得無厭，非分咁樣渴求財富同埋對財富嘅權能。嫉妒係乜嘢啊？嫉妒係睇到人哋嘅財富而眼紅憂戚，恨不得將佢佔為己有嘅意思。點樣先至可以克服嫉妒啊？我哋要以仁愛、謙重、信靠天主嘅上智安排嚟到克服咯。淡薄財富係必須㗎。淡薄財富對於進天國係不可或缺嘅，就正如真福百端所講，神貧的人是有福的。人應當真正願望嘅係乜嘢啊？人真正願望嘅應當係瞻仰天主，只有永生嘅水先至能夠滿足人對天主嘅渴慕。
卷4基督徒的祈禱。卷4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我哋係介紹基督徒生活中嘅祈禱，而第二部分，我哋會為大家解釋主的祈禱文。第一部分，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第1章，祈禱的啟示。乜嘢係祈禱啊？祈禱係向天主舉起心靈，或者係向天主祈求適當嘅恩惠。天主召叫我哋祈禱啊？天主不厭其煩咁樣召請每一個人同佢神秘嘅相遇。祈禱伴隨住整部嘅救恩史，就好似天主同人咁樣互相應和。關於祈禱，舊約點樣教導我哋啊？舊約唔單止俾咗我哋一啲祈禱嘅偉大模範，好似亞巴郎啊、雅各伯、梅瑟、達味、先知等等，仲俾咗我哋一部聖詠。聖詠係咪好重要㗎？聖詠係舊約祈禱嘅傑作，包括個人同埋團體兩個唔能夠分割嘅成分，廣及全部歷史。緬懷天主嘅許諾已經實現咗，並且渴望默西亞嘅來臨。聖詠喺今日仲有冇用㗎？耶穌祈禱嘅時候利用聖詠，聖詠亦都喺耶穌身上完全實現。聖詠並且係佢教會祈禱恆久不變嘅主要因素，適用於各個時代同埋各個階層嘅人。咁關於祈禱方面，新約點樣教導我哋呢？新約首先將完美嘅禱文，亦即係耶穌向天父嘅孝愛祈禱，話咗俾我哋聽。耶穌經常喺荒野寂靜之中做祈禱，喺愛中完全契合天父嘅旨意，直到喺十字架上，並絕對信賴佢嘅祈禱以蒙應允。按照耶穌嘅教導，祈禱應該有邊啲特點啊？耶穌教導佢嘅門徒要懷住一顆純潔嘅心去祈禱，並且要有活潑持久嘅信德，同埋好似仔女咁嘅坦誠無懼。耶穌亦都勸勉佢哋要醒悟，並且奉佢嘅名向天主祈求，向佢作嘅祈禱，耶穌基督自己就會應允啦。童貞瑪利亞嘅祈禱有乜嘢特徵呢？童貞瑪利亞嘅祈禱係在於佢所說嘅成就於我吧，同埋我靈頌揚吾主當中所表現出嚟嘅特徵，就係懷住信賴，慷慨獻上整個嘅自己。喺今日，邊一個係祈禱嘅導師啊？喺今日，天主聖神喺度陶冶教會，使到教會記住耶穌講過嘅一切，教育教會喺祈禱之中生活，喺教會心中激起持久嘅頌揚、求恩、代禱、感謝同埋讚美。更清楚咁講，呢啲形式嘅祈禱係乜嘢呢？因為天主祝福咗人，人嘅心裏邊就頌揚一切恩惠之源啦。祈求為有能力寬恕，為追求天國，並為一切真正嘅需要。代禱係為咗人哋嘅利益而求，沒有疆界。心意亦都為仇恨我哋嘅人而祈禱。一切喜樂同埋痛苦，一切際遇同埋需要，都可以係感謝嘅課題。喺整個生命之中分享基督嘅感謝，亦即係話時時感謝。讚美嘅祈禱完全集中喺天主，一無所求，為天主本身而歌頌天主，榮耀天主係因為佢全有，而唔係因為佢嘅所作所為。第2章，祈禱的傳統。乜嘢係祈禱嘅主要源頭啊？係天主嘅聖言、教會嘅禮儀同埋信望愛三德。
應該向邊個祈禱呢？主要係向天父祈禱，亦都可以向耶穌，尤其係通過呼求耶穌之名，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求你可憐我們罪人。喺祈禱之中，聖神又扮演啲咩角色呢？喺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前書有提及過，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能說耶穌是主的。教會勸勉我哋呼求聖神，當作我哋祈禱嘅內在導師。童貞瑪利亞喺我哋嘅祈禱生活裏邊有冇份㗎？為咗童貞瑪利亞同聖神嘅合作，教會樂意同佢一齊祈禱，頌揚天主喺佢身上所作嘅大事，並且託付俾佢我哋嘅懇求同埋讚美。向榮福童貞聖母祈禱嘅主要經文係乜嘢呢？主要係聖母經同埋玫瑰經，而玫瑰經就好似係全部福音嘅撮要咁樣啦。我哋可唔可以呼求聖人或者聖女㗎？可以，旅居塵世教會嘅祈禱同埋聖人們嘅祈禱係互相結合嘅。教會亦都會請聖人們代禱。教育祈禱嘅第一個場所喺邊度啊？喺教友嘅家庭。喺祈禱上邊，我哋點樣能夠得到幫助呢？經過祝聖嘅聖職人員奉獻嘅生活、要理講授、團體同埋靈修指導等等，都能夠喺教會裏邊提供祈禱嘅幫助。祈禱嘅最佳場所喺邊度啊？個人或者係家庭嘅祈禱室、修道院、朝聖地，尤其係聖堂，嗰度係堂區教友參與禮儀祈禱嘅特定地方，同埋朝拜聖體最好嘅地方。第三章，祈禱生活。關於祈禱，教會勸告我哋乜嘢啊？教會勸告我哋祈禱要有規律，每天祈禱、誦念日課經、參與主日彌撒同埋禮儀年中嘅慶節。祈禱生活嘅基本方式係乜嘢啊？係口禱、默想同埋心禱。呢三種方式應有嘅共同特點就係心誠意專。口禱即係乜嘢啊？口禱係基於身心一體，而將身體即係口舌合於內在心靈嘅祈禱方式。耶穌自己就係咁樣向天父祈禱㗎啦。佢亦都將天主經教咗俾佢嘅門徒。默想呢？默想係利用思考、想像、情感、渴慕嘅總動員，喺祈禱之中作嘅一種探求。佢嘅目的係以某端信理事蹟作為題材，思索深入，並且同自己嘅生活相印證。咁心禱又係乜嘢呢？心禱係祈禱奧蹟之中最簡單嘅一種，係對耶穌嘅信仰注視，係靜聽天主嘅聖言，係一種無言嘅愛，係喺許可範圍之內分享基督嘅奧蹟，同基督嘅祈禱合一。祈禱使唔使努力㗎？祈禱往往需要努力，並且反抗自我以及反抗魔鬼嘅誘惑。祈禱之中嘅奮鬥同埋屬靈嘅奮鬥密不可分㗎。咁樣呢一個係一種按照基督之神嚟到行動所必須嘅習慣，亦即係話祈禱要好似生活，而生活呢就要好似祈禱一樣啦。祈禱嘅困難主要有乜嘢呢？主要係分心走意同埋枯燥乏味，而補救嘅辦法就係在於信德、歸依同埋守護心靈啦。威脅祈禱嘅主要誘惑係乜嘢啊？係缺乏信德同埋怠惰。怠惰係嚟自對神修嘅懶散，佢係消沉同埋缺乏勇氣嘅一種表現。其實我哋唔應該氣餒，反而要用謙虛、信賴同埋恒心嚟到應付。
我哋嘅祈禱對於事件嘅發展有冇影響㗎？有嘅，基督徒嘅祈禱就係同天主嘅上智以及佢愛人嘅計劃合作。點解有時天主對我哋嘅祈禱遲遲都唔作答覆嘅？咁係因為天主願意喺祈禱之中操練我哋嘅願望，好使我哋有能力接受佢所準備嘅一切。咁當我哋嘅祈禱未被答允嘅時候，咁點做啊？福音請我哋自問，我哋嘅祈禱同聖神嘅願望係咪相符呢？乜嘢時候需要祈禱啊？聖保祿宗徒講過，祈禱不可間斷，祈禱常有可能，而且仲係生命之中所必須嘅添。祈禱同埋基督徒嘅生活密不可分。第二部分，主的祈禱文，我們的天父。全部福音的綜合。耶穌有冇教過我哋乜嘢特別嘅祈禱啊？有啊，耶穌教咗我哋天主經，內容就係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耶穌喺乜嘢場合教俾我哋呢端祈禱文呢？門徒曾經講過，老師，請教給我們祈禱。耶穌喺答覆門徒呢個請求嘅時候，就教咗我哋呢一篇祈禱文啦。天主經確係一篇最完美嘅祈禱文，係全部福音嘅綜合，亦都係聖經嘅中心。呢篇經文有冇其他嘅名稱㗎？有㗎，呢段經文亦都叫做主禱文，係因為主耶穌基督親自教識我哋嘅。教會係咪經常念呢篇經文㗎？主禱文係教會傑出嘅祈禱文，佢係日課經嘅早晚禱同埋入門聖事洗禮、堅振同埋彌撒嘅構成部分，喺感恩祭之中顯示咗末世嘅特點，渴望同埋等候主嘅再來。我們的天父，為念呢篇經文，我哋要有咩態度呢？我哋要懷住純樸同埋作為仔女嘅信賴，用謙虛而喜樂嘅安穩心情。阿爸，我哋譯成父親，喺耶穌口裏就係等於爸爸啦。點解我哋能夠稱天主為父啊？因為降生成人嘅天主子教咗我哋咁樣念咯，而且通過洗禮喺佢之內，我哋成為基督嘅奧體同埋天主嘅義子女。呢段祈禱文令到我哋同邊個互通共融呢？係同父同埋佢嘅子耶穌基督。我哋要用乜嘢心情嚟到念天主經啊？應該發揮肖似天父嘅志願，並且日益增進謙虛同埋信賴。我們的呢句話，我哋諗起乜嘢啊？令我哋諗起喺耶穌基督之內嘅新約，通過新約，主成為我哋嘅天主，而我哋就成為咗佢嘅子民啦。而且亦都使我哋諗起，我哋就係教會嘅成員，而教會就係人同天主聖三，以及人彼此之間嘅團結共融。天父話你在天上，係講乜嘢啊？天唔係指一個地方，而係指天主嘅尊威，同埋天主居住喺義人嘅心中。天上或者係天父嘅家，係真正嘅家鄉。我哋每日都向嗰一度挺進，
我哋已經屬於天國嘅成員啦。七、祈求。天主經嘅祈求點樣劃分啊？前面三個祈求嘅對象係天父嘅光榮，他的名受顯揚，他的國來臨，他的旨意奉行。其餘嘅四個祈求係向父表達我哋嘅願望，一方面關注營養我哋嘅生命，治療佢脫離罪惡，而另外一方面呢，就係集中喺我哋嘅戰鬥之上，使到善能夠克勝惡。第一個祈求，願你的名受顯揚，係求乜嘢啊？因願你的名受顯揚，我哋進入咗天主嘅計劃，就係佢先啟示俾梅瑟，然後喺耶穌身上顯示嘅名，被我哋顯揚，亦都喺我哋身上受到顯揚。同樣亦都會喺所有民族同埋每一個人身上受顯揚。第二個祈求，願你的國來臨，係求啲乜嘢啊？通過呢一個祈求，教會主要注視喺基督再來同埋天主國嘅最後來臨，但係亦都為喺我哋生命之中嘅今日，天主國嘅成長發展而祈禱。第三個祈求，願你的旨意奉行，又求乜嘢呢？通過第三祈求，我哋求天父使我哋同聖子嘅意願合一，使到佢嘅救世計劃喺世界生命之中實現完成。第四個祈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係求乜嘢啊？通過第四祈求所講嘅賞給我哋表達喺同弟兄們嘅共融之中，對天父懷有嘅子女般嘅信賴。我們的食糧係指為維持生命，人人都需要嘅營養，但係同時亦都係指生命之糧，即係天主嘅聖言同埋基督聖體。呢啲生命之糧喺天主嘅今日中領受，成為日用糧，就好似係不可或缺嘅食糧，天國盛宴嘅主食。感恩祭就係呢一個天宴嘅提前啦。第五個祈求，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又求乜嘢呢？第五祈求係求天主以仁慈對待我哋嘅過犯，但係假如我哋唔遵照基督嘅榜樣，並且靠佢嘅幫助寬恕我哋嘅仇人，咁樣呢個祈求就冇用㗎啦。第六個祈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咁又求乜嘢啊？我哋話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係求天主唔好允許我哋走上罪惡之路，同時亦都係求聖神賜俾我哋分辨同埋勇毅之恩，亦都同時祈求醒悟同埋恒心，至死不渝。咁最後一個祈求，第七個祈求，但救我們免於兇惡，又求乜嘢呢？通過呢一個最後嘅祈求，救我們免於兇惡，信友同埋教會一齊求天主展現基督已經得到嘅勝利，戰勝呢個世界嘅首領，即係撒旦。撒旦係反抗天主同埋佢救恩計劃嘅惡神。最後邊我哋話阿嫲有咩意思啊？最後我哋講阿孟係講出我哋對以上七個祈求嘅願望，意思即係話但願如此。